各位聽眾早晨，今日我哋要深入探討嘅係2025年5月印巴空戰背後嘅技術革命。呢場被西方稱為冰川上嘅閃電戰嘅衝突，用血與火驗證咗現代空戰嘅三大鐵律：體系大過平台、數據決定生死、電磁權即是制空權。請大家跟住我嘅分析，拆解巴基斯坦空軍點樣用中國製造嘅矛魚盾刺穿印度號稱南亞最強嘅防空體系。事發喺5月6號凌晨，印度空軍嘅12架陣風戰機越過控制線，向穆扎法拉巴德地區發射咗24枚錘仔精確制導炸彈，但衛星紅外影像顯示，其中8枚炸彈偏離目標超過300米。呢個誤差直接暴露咗印度2個致命弱點。第一，山區地形令佢嘅 GPS-INS 複合制導系統精度下降42%。第二，巴基斯坦提前啟動嘅北斗3號差分校正系統，將己方定位誤差壓縮到0.1米級別。值得注意嘅係，交戰空域嘅電離層擾動指數達到 Kp 等於7，呢個環境本應有利於印度裝備嘅俄製 L 波段雷達。但實戰數據顯示，巴方殲10 C 搭載嘅 KLJ-7A 型 AESA 雷達仍然保持對3平方米目標220公里嘅有效探測距離。點解？關鍵在於中國研發嘅量子抗干擾濾波算法，將電離層雜波抑制率提升到 91.7%。今次空戰最震撼之處，在於巴基斯坦用4代半戰機構建嘅非對稱殺傷鏈。我哋從3個維度解剖呢條致命鎖鏈。第一環，超視距獵殺系統。5月7號凌晨5點23分，印度第17中隊2架蘇30 MKI 從旁遮普邦起飛。佢哋唔知嘅係，380公里外嘅巴方 KJ-500 預警機已經透過 UHF 數據鏈將目標參數實時傳輸俾4架殲10 C。當印軍戰機進入霹靂15導彈嘅不可逃逸區嘅時候，巴方飛行員只需要按個發射鈕呢個過程，軍事術語叫做發射後不管，但實際上係發射前已經鎖死。第二環，智能電磁壓制。巴基斯坦電子戰部隊喺開戰初期就實施咗頻譜窒息戰術。具體嚟講，用 KG-600 吊艙對印度 S-400 嘅 91N6E 雷達實施脈衝重複頻率追蹤干擾。簡單講就係用電子雜訊模仿雷達回波，令印度防空系統誤判目標數量同位置。結果呢，印度發射嘅48枚 40N6E 遠程導彈，有29枚打嘅根本係虛擬目標。第三環，無人機戰爭經濟學。巴軍將200架民用 DJI Mavic 3改裝成神風特工隊，每架成本唔超過5000港紙。呢啲無人機群專攻印軍價值800萬美元嘅亞卡什防空導彈陣地。當印度用2枚導彈打落一架 Mavic 時，成本消耗比已經達到1比3200。呢個數字意味住乜？就算巴基斯坦損失1000架無人機，印度嘅防空導彈庫存就會見底。今次空戰揭示咗一個殘酷現實，印度空軍嘅落後唔止在裝備，更加喺作戰體系嘅結構性缺陷。我哋對比下雙方嘅 OODA 循環，觀察調整決策行動效率。巴基斯坦空軍從雷達發現到火力分配 11.7 秒，飛行員接收戰術指令 2.3 秒，多兵種協同誤差15米每 0.8 秒。印度空軍從雷達發現到火力分配 47.3 秒，飛行員接收戰術指令 9.6 秒，多兵種協同誤差180米每 6.4 秒。點解會有咁大差距？關鍵在於巴方採用嘅雲端戰鬥管理系統。簡單嚟講，所有戰場信息、雷達數據、電子偵察、衛星影像都會實時上傳到軍用伺服器，經過 AI 算法處理之後，自動生成戰術方案推送到前線單位。而印度仍然依賴人手操作嘅紙質任務卡系統，情報延遲普遍超過20分鐘。5月8號發生嘅石亞爾科特獵殺行動將成為未來空戰教材嘅經典案例。當日凌晨，巴方用3招組合拳癱瘓印度整個西北防空區。第一擊，量子通訊破防。
用麥子號量子衛星向殲十 C 機群發送加密指令，完全避開印度嘅傳統電子監聽網。呢項技術令巴軍指揮部可以直接控制前線戰機，而唔經被敵方破解。第二擊，多域有利戰術。首先用改裝嘅 N-26運輸機模擬殲十 C 雷達信號，誘使印度起飛8架米格29攔截。當印軍戰機進入伏擊空域時，早已待命嘅霹靂15導彈立即進行多對多飽和攻擊。第三擊 AI 動態目標分配，巴方開發嘅獵隼人工智能系統能夠喺0.3秒內計算出96個空中目標嘅威脅等級，並自動分配俾最合適嘅火力單位。呢個系統令巴基斯坦嘅導彈命中率達到78%，而印度只有23%。呢場空戰嘅餘波正在改寫全球防務格局。殲十 C 訂單暴增3倍，生產線進入3班倒狀態。霹靂15導彈實戰數據助推 PL-21研發進度提前14個月，量子雷達技術正式列入北約威脅評估報告。當印度飛行員喺彈射逃生嗰刻，佢哋未必知道擊落自己嘅導彈。其實由中國某個 AI 算法團隊開發嘅火控系統引導。今次空戰證明，現代戰爭已經進入龜機指揮時代戰場。優勢唔再取決於鋼鐵洪流，而在於邊個能夠掌控數據洪流。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生成，僅供資訊參考及討論用途。節目中所提及嘅事件、數據及分析，部分嚟自公開資料、模擬推演同 AI 模型生成，並唔代表任何官方立場或者真實軍事行動。聽眾如需作進一步研究或者作出重要決策，請參考權威新聞來源及專業軍事評論。節目製作團隊對資料準確性及時效性唔作任何保證，敬請留意及自行判斷。